那这件事我们大家就按照林总的计划去做就行了啊。这个，What is this bullshit？ 谁写的？烂到家了，重写。李总，你看这文案怎么办？那就按照唐总的意见再做一份吧。好的，是。行了，散会。把门给我带上。都是你惹的祸，结果脾气全发在我身上。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，错不在敏熙，在你。是他没错，当然不能怪他了。你是不是对那小姑娘特不死心啊？敏熙都对你说些什么呀？他说现在这小姑娘也真够厉害的，都那么主动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世上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很容易得到的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爱宝不会怎么样，他就是个孩子。来，同学们看一下黑板。今天咱们看一看光学效应光程它的方程式，咱们应该看看啊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？hv 等于